中醫喺心入邊呢，最經失傳嘅5個鐵三角，記住一個都賺咗。今日呢，我一口氣同大家分享，一定要點讚收藏好。第一個腎三藥，山芋肉加菟絲子加肉桂，能夠填精補腎、扶正固本，適合平時呢腰膝酸軟、精力差、夜尿多嘅朋友。第二個呢，肝三藥，柴胡加當歸加白芍，能夠疏肝理氣、養血柔肝，適合於經常發嬲、胸悶、眼睛乾結、情緒低落嘅朋友。第三呢，脾三藥，茯苓加陳皮加白術，能夠補氣健脾、利水除濕，適合於脾胃虛弱、食唔落飯、肚脹、大便拉稀嘅朋友。第四，肺三藥，桔梗加川貝加蘆根，能夠清肺化痰、宣肺降氣，適合於緩解呢成日咳嗽、痰多粘稠、喉嚨唔舒服嘅朋友。第五呢，心山藥，丹參加丸子加酸棗仁，能夠養心安神、活血散瘀，適合於經常心慌心悸、失眠多夢、晚黑經常醒嘅朋友。